張華峰議員，政府呢有冇評估過以香港嘅警力是否足夠應付佔中所引發嘅任何事故衝突？有冇考慮過必要時向中央政府提出要求，出動駐港部隊協助香港社會秩序？有冇評估過呢方面嘅可行性？請保持肅靜。行政長官，主席，我對香港警隊佢哋嘅專業性，同埋根據香港嘅法例履行佢哋嘅職務，包括執法，我係有。行政長官，嗱，如果再有喧嘩呢，我就要命令佢離開會場㗎啦。我唔再警告啦。行政長官，我簡單重複一次，我對香港警隊根據香港法例賦予佢哋嘅權力同埋責任，專業咁執法，我係有十足信心嘅。